继续来到南投县，这个县政府鼓舞民众检举乱搭分扎啦，只要查证事实，被检举者所纳的1200块的罚款，就会拨15%予检举人做奖金。有一个李先生检举到今已经过4个月了，也未收到奖金，打电话去问，这个环保局一个讲也搁咧处理，一个搁讲已经结案，予伊真不满。环保局是来回应讲，因为规个南投县只有一个员工在负责检举的业务，骹手无够，所以进度才会遐尔慢。李先生经过路口，甲周围甲粉等伫涂骹的民众的行为翕起来。李先生将违规的影片传到南投县环保局的网站检举，到即摆经过要4个月，李先生也无摕到奖金，甲环保局问检举的进度，煞互伊讲去。有处理了，然后回头一看才发现说，原本再处理变成结案，而且不对啊，奖金也没收到，也不知道他罚单收了记也没有啊。环保局解说，收到民众的检举了后，爱先审查影片，佮用违规人的车牌号码查出车主的资料，刷落来爱互违规者发表意见，确定无特殊的理由才会寄罚单。这个过程至少要3个月，而且南投县环保局干那一个人咧负责规个县的检举业务。我们的承办还兼任灾防或者演练的训练，所以针对那个陈情的案件，我们会加强来处理啊。环保局讲，罚单寄出去了后，有1个月的时间会使纳钱，所以县府收到罚款可能是4、5个月以后的代志。若是对方无要纳钱，就要甲催，或者是请法务来处理，就要拖搁较长的时间。不过嘛强调，只要收到罚款，就一定会随甲奖金拨予检举人。